潮汕美食之旅。現在上午8點55分，我開車從中山三鄉出發，目的地係去潮汕嘅。今次旅程一共7對夫婦，發起人係太陽先生，佢喺汕頭食過一家私房菜2次，覺得相當好，因此召集我哋一齊開車去食，所以可以將今次稱為美食之旅。車隊之中，太陽先生同埋詹士先生雖然係香港人，其實佢哋祖籍潮州，經常回鄉探親，所以熟悉地道嘅食店。呢啲食店性價比高，位處小街之中，並非一般遊客係可以知道嘅。係太陽同埋詹士兩位先生引帶我哋去呢啲食店嘅。今次我哋車隊各成員並非齊上齊落，我哋分別嚟自中山各地點、珠海同惠東。總之第一日上晝不同時間，我哋開車，中午就喺汕尾嘅酒店集合。第2、第3日我哋就去到汕頭停留。第4天我哋去潮州。第5天我哋就回程，各自返屋企。景點遊覽。第1日嘅下晝，我哋嚟到汕尾紅海灣海上堡壘呢個景點。其實呢一個係一個海邊嘅廢墟，原本係上世紀70年代中國科學院廣州能源研究所建設嘅潮汐發電站試驗塔，後來因為實驗場遷到珠海而廢棄咗。2023年，當地政府就將佢改造成為景點，設咖啡店等等嘅休閒設施。呢個景點係免費入場嘅。第2日上午，我哋離開汕尾，開車去汕頭，途中停低參觀汕尾海濱西沙灘。之後我哋繼續開車前進，中午到達海豐縣嘅洪公洪牆舊址。呢度原本係明代建立嘅一間孔子廟。1927年，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彭拜領導海豐人民武裝起義，奪取政權，建立中共第一個蘇維埃政權。就喺呢個孔子廟嗰度召開代表大會，當時將個建築物油成紅色，因此就被稱為洪公。我哋參觀咗彭拜嘅生平經歷同埋佢領導鬥爭嘅歷史，而洪公旁邊嘅場地亦都建成咗紅牆。第3日早上，我哋去到廣長輪渡碼頭，坐船到對岸嘅礦石。上岸之後，我哋步行10分鐘去塔山景區。沿途風景唔錯，喺呢度可以清楚見到塔山索道。稍後我哋會坐呢條索道上山嘅。我哋到達塔山景區，我哋嚟到售票處買票，每人係22蚊。跟住我哋就坐呢啲吊車登山。我哋登上飄然亭，眼界開闊，俯瞰榕江以及汕頭市區。順利。然後我哋坐滑道落山，有啲團友選擇1人1車，每車嘅票價係60蚊。拜拜。我同老婆選擇2人1車，每車80蚊。保持速度。
最終我哋全部平安抵達山腳，完成今次嘅遊覽。之後我哋去到碼頭，坐船返去市區。下午我哋嚟到小公園開埠區，呢度保留咗20世紀30年代汕頭街區嘅原貌，可以見到好多騎樓式嘅建築物。小公園嘅中心點當然係呢個中山紀念亭。其實我同老婆舊年已經嚟過一次，所以今次我哋逛咗半小時就覺得重溫夠啦，就爬上一個樓上嘅咖啡室嘆咖啡休息。進入善章路。第4天嘅上午，我哋開車離開汕頭北上。沿當前道路繼續行駛1.7公里。中午時分，我哋離開廣東省，進入福建省南部嘅東山區。我哋要參觀風洞石景區。我哋嚟到售票處買票。我太太買票係45蚊，而我60歲以上可以持證件免費入場。我哋嚟到睇風洞石，呢度介紹話風洞石屹立於盤石之上，兩石接觸面極小，懸空斜立，被譽為天下第一奇石。呢度有銅山古城，係明代建立嘅。古城牆上有呢一棵400年嘅古榕樹。我哋喺度討論話，朝呢個方向望去，海平線之後就係台灣省。我參觀咗寶智寺，又參觀咗明末著名教育家黃道周嘅故居。我哋喺呢個地方休息咗大半小時。之後我哋就開車返去廣東省另一個城市潮州。影片稍停數秒。各位網友，如果你喜歡小鳳嘅製作，請點讚、訂閱同埋將影片分享俾你嘅親友啊！多謝。餐飲美食，我哋車隊處理餐飲嘅做法係以晚餐為主嘅，至於早餐、午餐就十分自由，因為各人早上起床嘅時間唔同，所以早餐係各自處理嘅。而開車速度唔同，中途去嘅景點亦都不盡相同，所以中午未必齊集。所以咧，午餐都係各自食，只有晚餐會齊集分享美食。不過第一日嘅午餐都要提一提，大概有一半嘅隊友參與咗。雖然只係一家食粉麵嘅小店，但係因為性價比高，值得同網友分享。就係汕尾呢一家靚鮮海鮮撈麵。我食嘅係呢碗招牌海鮮撈麵，係25蚊，材料足又好好味。我老婆嘅呢碗就係加咗牛腩嘅海鮮撈麵，35蚊。總之食物加飲料，我哋2個人埋單係73蚊。第一晚我哋喺汕尾呢個金龍海鮮酒家食晚餐，我哋叫咗12個餸，平均每人92蚊。第二晚，我哋喺汕頭呢一間貴賓牛食牛肉火鍋，係1人1鍋嘅。埋單平均每人110蚊。第3日嘅晚餐係我哋今次旅程嘅重頭戲，就係食私房菜。目標嘅私房菜老早就訂好咗啦。下晝4點半，我哋開車嚟到汕頭一個老舊區域。呢度嘅老舊民房已經活化，變成各種特色餐廳。我哋喺私房菜門口停好車之後，卻俾附近另一家餐廳吸引，我哋就入去參觀，就係呢一家搭好雞煲。嚟參觀啊！做咩啊？睇住啊！佢催話要去隻爹喎。你離開。係啊！你如果唔打麻雀咧，喐唔到個腦咧，真係。餐廳有個天台，好有趣。
參觀完我哋就離開，我心諗下次嚟我會嚟試下呢一間餐廳。我哋嘅目標餐廳係呢間一水軒，進入之後要穿越通幽嘅小徑、雅致嘅迴廊。然後嚟到我哋嘅餐廳，餐廳之外流水淙淙，錦鯉游泳。時間尚早，我哋先喺偏廳飲茶。我好中意呢度就係話，喂，你早啲嚟，大家成班人傾下偈都得，係咪先？唔想話一嚟到就嚟錫坐，係咪先？我哋入席啦，呢度嘅裝潢好靚，台面係一環假山。我哋會再嚟嘅，係會食。呢一席菜每人300蚊，菜品包括花膠公肚、粉鵝乾卷、椒鹽鮮山參、海鮮煎果條、燕窩淋琴沙冰、滷水炒鵝腸、野生東星斑、椒鹽鷓鴣腿、羊肚菌海參燉盅、胡椒豬肚湯、芡實松子煲、龍蝦焗雞油金不換、膏蟹焗金不換、素炒蘆筍、杏仁露、水果。食呢一餐，我個人覺得用餐環境好，食物質素高，300蚊係物有所值。不過我哋嘅發起人太陽先生就有唔同嘅意見，佢話之前食嘅2次都係揀200蚊一位嘅，但係感覺200蚊嘅更加好食。喺度補充一下，其實訂餐之前，太陽先生曾經問我哋揀200蚊定300蚊，當時大家都揀300蚊，就成就咗今日嘅呢席菜。第4晚喺潮州，我哋喺呢間海流閣海鮮牛肉火鍋食晚餐。今次係分2台2鍋，店裏邊提供嘅食物性價比係高嘅。我都係你朋友仔喎，你朋友仔。呢個係咩嚟嘅喎？呢個九肚魚嚟嘅喎，係啊，呢個九肚魚嚟㗎。蠔就自己邊個食邊個撳，因為蠔唔可以太熟。呢一家店最好嘅地方係好有彈性，可以俾我哋自帶食物、自帶飲品。呢一餐包括自帶嘅食物，每人消費101蚊。我哋今次旅程5日4夜，住咗3間酒店，全部係由我哋嘅隊友豬豬小姐聯繫同埋預訂嘅。豬豬小姐普通話流利，口才了得，特別勝任呢一項任務。第一晚我哋入住汕尾呢一家百事達酒店，房間面積偏細，但係乾淨企理，包第2日嘅早餐，租金140蚊。唯一可以詬病就係佢嘅停車位置要駛入橫街小巷，十分曲折狹窄。第2、第3晚住汕頭呢一家雅斯特酒店，租金170蚊一晚，唔包早餐。第4晚住潮州呢一家路特斯國際酒店，租金160蚊，包括第2日嘅早餐。豬豬小姐所選嘅酒店基本上都係乾淨企理，性價比高。我問豬豬係點樣訂房，佢分享話先參考隊友嘅意見，喺去哪兒、高德等等嘅網上平台查考，選定2至3家做目標，然後就直接打電話去酒店前台議價。因為手握7間房有集體議價嘅優勢，一般酒店都肯每間房減價20蚊到50蚊，咁樣比起網上平台訂房係可以慳到一啲嘅。好啦，豬豬比較嗰2-3間目標酒店嘅狀況之後，對滿意嗰一家就會落訂金500蚊確認。豬豬呢種直接致電酒店議價嘅方式，如果喺淡季對一啲小品牌嘅酒店，通常都會湊效嘅。豬豬補充話，不單一次租多間房可以咁做，就算租1間房，連租2-3日都可以議價嘅。
不過喺旺季或者對一啲大型嘅連鎖品牌嘅酒店，呢種私下議價嘅方式就未必可行啦。好啦，講返到酒店之後 check in 嘅實際操作，我哋7組人先後到達酒店之後就各自俾房租，之後豬豬就可以向酒店攞返500蚊訂金。財務計算都好簡單嘅。第5天早上，現在上午10點，我哋開車離開潮州，直接返回三鄉。車程會好長嘅，大概會有446公里，應該要開6小時。途中停靠幾個服務站，包括中午時分，我哋停靠六河服務區食午餐。下午5點15分，我哋平安返到屋企。